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十月初一的迦南之声。我是尤波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奇异恩典，上帝的作为与人的回应。我们要从马太福音开始来看哦。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第1章，有25节。先来看今天 RPG 的金句。有童女将怀孕生子，她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第1章23节。不朽的诗歌奇异恩典，它的作者的书信体讲自己的自传，第一首生命的见证，并收录弥赛亚讲道集与诗歌作品哦。约翰纽顿，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的名作《奇异恩典》描绘了他痛悔得救的感人历程哦，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不朽诗歌。然而纽顿他的一生还有许多信仰的珍宝，包括了他以书信形式来写下生命的见证，并记载他从纯真孩童到变成忤逆少年，后来变本加厉成为亵渎神者，并投入海上贩卖奴隶的生意，最后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生命大的改变，成为上帝忠实的仆人。因此上帝使用他来传讲福音，引领无数的人来归向主，也借着他的书写创作，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赞美诗歌，并且我们看他透过充满力量的讲道，彰显了上帝奇妙的恩典。另外他也写给友人的信，句句说出了他对属灵生命的关怀，并激励他们依靠上帝度过人生的种种处境。为何不按照顺序，不按照社会的规范？通常犹太人的家谱只列出男性，而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例外的列出5个女性。透过今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家谱，里面有5位的女性。第一个是他玛，是在乱伦，但被公公承认她为有义。喇合，外邦人，她是一位妓女，但是却成为信心的伟人。路德呢，摩押人，成为寡妇再嫁，最终被称为贤德的女子，投靠以色列的上帝哦。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被强暴，寡妇再嫁。玛利亚，贞洁的童女。在这5位的生命当中，为何能够列在耶稣的家谱？强调了上帝的恩典和计划。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可能特意将一些不寻常的情况和人物纳入家庭的家谱中，为了就是要凸显这位上帝的恩典跟奇妙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外邦女子、边缘人、罪人。按照社会规范的家谱排列方式，显示上帝的拯救和救赎不受处境、背景或者是种族的限制。
我们要看耶稣的恩典是普遍性的，我们也从教导上帝的神秘计划当中来看，这样的排列方式是为了教导人们来认识上帝他奇妙的恩典，其中也包括耶稣基督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伟大作为。有时候上帝使用不同的方式和人物来实现基督的目的，这可以帮助人们，我们一起来就是超出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上帝他救赎的计划，也透过这个家谱引起我们的注意跟思考，为什么不按照顺序和社会的规范的排列方式？可能是要吸引我们读者来关注鼓励读者更深入来研究还有思考这个家谱。这种不符合顺序和社会规范的排列方式可激发人们的好奇心，所以很多人就是开始去研究还有思考，实地来研究圣经的文本，可以发现其中更多的教导跟资讯。总之，马太福音中耶稣的家谱从不遵循顺序和社会的规范当中，其实是要带出上帝的恩典，他神秘的计划，还有吸引人们的注意，以便更好传播圣经的信息和教导。这种不同的另一面向的方式，可以促进人们更思考和探索上帝的话语。就是透过这样，我们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代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我们看结尾在强调大卫的重要性。我们之前看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上帝对大卫家的约延续到今天我们所看的所以大卫的重要性可以更重要的透过这个家族这个约来看到上帝在历史当中救恩的作为。因此重点在于你和上帝的关系有没有在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约里面。马太福音的第1章18到25节是回应到之前我们看上帝他奇妙的拯救作为，那人怎么样去回应或者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上帝给人的使命呢？我们可以从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圣经记载说他是一个义人，但又不愿意公开羞辱玛利亚，因为他未婚怀孕他以为是跟其他的男人有的，但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义人，他秘密要解除婚约，因为他放弃一般人的义，他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救赎计划的一员，并且进入了更高的义，成为真正的义人，成为上帝手中合一的器皿。我们看到上帝用很奇妙的方式，就是他正在思考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后代约瑟，不要怕，尽管娶玛利亚做妻子，因为她怀的孕是由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将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我们看到这整件的事情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意思就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在啦。所以约瑟醒来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所以遵照吩咐
娶过来，但没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看到一个开端，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知道就是上帝拯救。那约瑟扮演的什么角色？就是一个救赎的管道，回应上帝的使命跟计划。我们看到结尾这个约瑟的改变，以及约瑟给耶稣取名字的含义，从约瑟的思念起来行动，成就了上帝奇妙的恩典。耶稣拯救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出来。今天我们看到人回应很重要回应了上帝的救赎计划。所以我们来思想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列出耶稣的家谱目的何在，而约瑟是如何回应上帝的救赎计划呢？你呢？你怎么样回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并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展示了你的慈爱和恩典。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来行奇妙的救赎工作，让我们能够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你不看我们过去，你愿意应用我们各种的情况来实现你的目的。因为我们在这些名字和故事当中看到你的慈爱和救恩计划，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你救恩计划的器皿，即使是这些卑微的女子。你帮助了我们明白了，无论我们的背景如何，你都愿意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救恩计划的一部分，让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和拣选，使更多人能够接受福音，成为上帝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起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我们明天见哦。